其實你話如果討論建築與自然咧，呢個係討論咗好多噶啦。不過咧，我會歸納為有好多嘅叫做偽自然嘅討論啦。因為好多時你會見到好多嘅新嘅設計，好多新嘅建築物，可能佢喺個效果圖上邊，你會見到佢一個譬如一棟高樓，佢喺上面就擺好多樹，咁就叫做green architecture。但係實際上，第一嗰棵樹喺百幾200米嘅高空係好大風嘅。咁嗰棵樹本身係咪最 ideal 嘅環境去生活咧？咁其實唔係嘅。咁所以調翻轉講，好多嘅一啲嘅講建築同自然嘅嘢咧，係一種口號嚟。我就覺得可持續發展唔一定話純粹係嗰種好 high tech， 即係好高技術嘅做法先至叫做可持續嘅。有好多時你點樣慳物料，你點樣去減少嗰個運輸，減少即係嗰個工人嘅工時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個可持續嘅一個方向嚟咯。我個名就叫歐輝啦。我自己本身其實有2個職業嘅，一個就係教育啦，教育工作啦，另一個就係建築師。咁我嘅教育工作其實我就喺香港大學建築系啦，咁我係副教授，就其實都喺嗰度教咗超過10年。咁另外一個職業就係我係Old Studio Architects 嘅 principal 啦，咁就主要做一啲文化建築啊、公共建築嘅設計。咁項目就喺大陸、香港都有嘅。因為我做嘅文化項目其實都幾特別嘅，即係好多時都係一啲即係山卡拉嘅地方啦，其實資源唔係咁多嘅地方。咁所以變咗每一個項目都要考慮係點樣用唔單止係慳錢咧，即係最節省物料或者簡化嗰個建造嘅方法嘅模式去做咯。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啲本身都係一啲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嚟嘅。我就覺得可持續發展唔一定話純粹係嗰種好 high tech， 即係好高技術嘅做法先至叫做可持續嘅。有好多時你點樣慳物料，你點樣去減少嗰個運輸，減少即係嗰個工人嘅工時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個可持續嘅一個方向嚟咯。建築就係可能喺好多人眼中佢係比較功能性嘅，即係當然啦，要即係俗啲講句就叫有瓦遮頭嘛。建築係除咗滿足功能性之外，更加我覺得重要嘅係點樣令到嗰個人佢本身係體會到咩叫棲居啊，即係咩叫 living。因為咩叫 living 唔係話單純你食3餐瞓得好就叫 living， 你點樣喺個空間入邊你可以有同其他人有好好嘅溝通，唔單止係你自己屋企人，可能係同你隔離嘅鄰居，或者係甚至係同街上面一個唔係好識嘅人，咁點樣喺共同一個嘅環境入邊一齊生活，咁嗰件事就其實超越咗一日3餐或者瞓得好咁樣嘅範圍咯。咁所以嗰個棲居，我會覺得即係對於建築師嚟講，你係點樣設計一個環境，去令到頭先我所講嘅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溝通喺當中可以好好咁去發生咯，係啦。因為香港咧，雖然頭先我講話都叫做寸金尺土，其實香港除咗高密度嗰一部分，其實有大量嘅郊野公園，有大量嘅即係好低密度嘅地方嘅。咁新田其實係一個好豐富嘅地方嚟嘅，佢有大量嘅農地啦，佢有大量嘅濕地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已經喺嗰度嘅村啦咁樣。再加埋頭先你講關於自然，其實嗰度係一啲候鳥會去遷徙嘅時候經過嘅一個路線嚟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去點樣去試啊，即係嘗試頭先你所講點樣人同埋自然或者甚至有啲嘅動物啊、植物啊，有一個一齊去生活嘅一個地方嘅一個好嘅選擇咯，我會覺得。動物嘅方面，即係包括到頭先講雀鳥，其實更加少嘅，即係我哋冇乜點樣去考慮
點樣去同佢共存？因為事實上係難嘅，即係香港你都知道，即係咁高密度。首先喺呢啲高樓大廈嘅環境，其實雀鳥係唔會點樣可以入到嚟。咁所以頭先擺翻新田嗰個例子，我就會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你喺一個比較低密度嘅狀況之下，雖然都會有發展啦，咁但係嗰個發展點樣令到首先唔好阻住嗰個雀鳥遷徙嘅路線先？呢個第一。第二，點樣可以令到嗰個雀鳥甚至有機會鍾意去留低喺一啲嘅建築物入邊去作為佢生存嘅地方？咁呢啲諗落去係好令人興奮嘅，但係唔容易咯，因為但係我覺得作為建築師都要去嘗試去做嘅，雖然唔容易，係啦。你提到嘅落地大玻璃，即係應該就可以講係 curtain wall 啦，即係玻璃幕牆啦。其實玻璃幕牆，如果你睇翻而家唔單止係香港嘅，所有嘅大城市其實係已經普及到不得了嘅。時至今日係一個好容易去做嘅事情，好方便啊！咁你會見到香港以前，即係你睇翻可能10幾年前，可能住宅嗰啲樓咧唔係咁多用玻璃幕牆，但係而家你會見到好多嘅，甚至住宅樓都係用緊玻璃幕牆，因為佢容易做咯，成本亦都低咗咯，咁所以咪個發展都去做。但係玻璃幕牆嘅唔好處就係佢會第一，佢其實係將室外同室內嗰個嘅關係打斷咗嘅。即係變咗你好多時係咪咁容易攞到自然通風啊？呢個其實係少咗嘅。咁第二就係講翻對於雀鳥嘅影響啦，因為玻璃幕牆你會有好多嘅倒影㗎嘛。咁尤其是如果附近係有好多嘅花草樹木嘅時候，其實佢倒影翻啲花草樹木咧，咁就會令到啲雀鳥誤以為嗰度佢係可以飛過去。咁所以咪會導致有好多雀鳥，即係新聞都有見好多啦，即係會撞到落玻璃幕牆啊，就變咗導致好多嘅雀鳥死亡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其實雖然話即係我覺得我哋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呢個係一個最平最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嗰個建築物嘅時候，係咪玻璃幕牆就係唯一嘅選擇咧？其實唔係嘅。我哋可以諗好多嘅方法去用其他嘅物料啦，同埋係咪一定要大玻璃嘅咧？呢個其實都可以商榷嘅。大玻璃嘅好處就係我哋個個人都追求無敵嘅景色啊嘛，即係出邊要有大嘅海景，360度嘅海景。咁但係係咪一定要嘅咧？定係話我哋可以通過唔同嘅唔一定要幕牆或者唔同嘅物料，甚至有多啲嘅實牆，其實又營造到個景觀之餘，但係做出嚟嘅設計令到個雀鳥唔會誤以為嗰個係一個樹林咁樣衝埋去。其實好多方法嘅，而且玻璃幕牆你睇翻就係佢本身佢係一大幅幕牆咁樣落嚟，其實佢係減少咗可以有嗰啲我哋叫半室外空間嘅可能性，即係譬如一啲嘅陽台啊、露台啊嗰啲嘅可能性。咁但係如果你係喺呢個建築物有機會融入一啲更加多半室外嘅嗰種嘅空間，陽台啊、露台等等嘅時候，咁你其實嗰個建築物嘅嗰個 facade， 即係嗰個立面，你望落去本身多咗凹凹凸凸嘅時候咧，啲雀鳥本身就會意識到嗰個唔係一個純粹倒影嘅嘢，會撞埋去咯。所以有好多嘢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嘅，唔係話玻璃幕牆就係唯一嘅做法，我哋只可以咁樣做，咁就唔得噶啦，咁絕對唔係啦，係。我覺得嗰個係第一步，因為你做完頭先所講嘅嘢之後，啲雀鳥唔會唔認為係嗰個係可以過去嘅時候，咁佢咪會避開咯。但係我覺得第二步就係你嘅設計點樣去做到嗰個雀鳥直頭中意喺嗰度 stay 嘅，喺度棲居嘅。咁呢個我會覺得係更加即係會更加圓滿嘅一個設計咯，因為我哋雀鳥其實佢需要嘅嘢好簡單，即係佢唔係話佢驚人嘅，都會某種程度上，所以你點樣可以避免到人去嚇到佢？咁其實就係譬如話你點樣喺視覺上去隔斷咗一啲嘅人住緊嘅地方，同佢要即係隻雀仔會 stay 嘅地方，咁嗰個已經係
其中一個啦。咁第二個就係雀仔，其實佢要一個好細嘅空間嘅啫嘛。嗰個空間佢主要覺得安全，只要有光有水，係嘛？佢自己又可以揾到食物喺附近，咁佢就可以住啦。不過當然調翻轉頭啦，翻到我哋人嘅角度，係咪我哋願意啦？因為好多時人又會調翻轉諗，哇！即係咁多即係動物喺附近，唔係話個個喺而家嘅社會嚟講，唔係話個個都中意噶嘛。即係會覺得啊，最好越乾淨越好，係咪？咁所以呢個兩方面，即係究竟我哋本身自己有嘅接受力有幾高？呢個亦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其實你話如果討論建築與自然咧，呢個係討論咗好多噶啦。不過咧，我會歸納為有好多嘅叫做偽自然嘅討論啦。因為好多時你會見到好多嘅新嘅設計，好多新嘅建築物，可能佢喺個效果圖上邊，你會見到佢一個譬如一棟高樓，佢喺上面就擺好多樹，咁就叫做green architecture。但係實際上，第一，嗰棵樹喺百幾200米嘅高空係好大風嘅。咁嗰棵樹本身係咪最 ideal 嘅環境去生活咧？咁其實唔係嘅。咁所以調翻轉講，好多嘅一啲嘅講建築同自然嘅嘢咧，係一種口號嚟。綠建築唔通將樹木鋪滿晒成個建築就叫做綠建築咩？又或者我哋講嘅自然，即係自然嘅建築。咁係咪嗰個建築物模仿做一嚿石頭，或者模仿做一棵樹，就叫做一個自然風格嘅建築咧？其實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咧，嗰啲唔係，嗰啲係比較停留喺表面嘅。因為自然咧，喺中文嚟講，自然咧其實係有兩個層面噶嘛。一個就係我哋講緊嘅 Mother Nature 大自然，咁就係講緊花草樹木啊、人類啊生存嘅環境。但係另一個更加重要嘅自然就係嗰個自然而然啊！即係無論你係人又好，係花又好，係雀又好，佢點樣以一種最 natural 嘅方式去生活？咁嗰個我覺得係更加重要咯。即係你譬如話，你夾硬將一棵樹擺喺百幾200米嘅高空，嗰個係咪最自然嘅方式咧？其實可能唔係嘅。咁所以翻轉頭講翻，你話有冇咁嘅討論係有嘅，但係究竟係咪一個最深入或者最合適嘅討論？我自己覺得唔係咯。我覺得係可以嘅，不過唔可以強求咯，因為都係嗰句，即係如果設計師有一個設計嘅意圖，你去做咗佢出嚟，你希望嗰啲人點樣同啲動物去共融？你可以有嗰個意圖，但係你可唔可以逼咧？冇得逼嘅，你只可以去慢慢，即係 nurture，即係去慢慢咁樣去營造嗰種氣氛、嗰個氛圍、嗰個環境出嚟，嘗試等啲人去接觸多啲。當然佢有個選擇，佢仍然可以唔中意，但係可能慢慢你多咗機會俾佢去接觸。或者多啲機會，我見到啲雀鳥啊，或者其他嘅動物嘅時候，慢慢有可能去改變佢哋嘅嗰個諗法咯，或者個習慣咯。但係都係嗰句冇得強求嘅，即係我哋只可以去 set up 咗一個環境，去盡量令到嗰件事多啲嘅發生，多啲嘅機會，唔同嘅物種、唔同嘅同人可以有一個嘅 encountering 嘅時候。咁就希望嗰個會更加好咯，或者改變到人嘅諗法咯。我想用翻就係即係德國嘅哲學家叫海德格，即係佢寫過嘅一篇文章啦。咁就係講咩叫做詩意嘅棲居嘅。咁詩意嘅意思唔係一定話要嗰種好浪漫。好romantic 咁樣先叫詩意嘅。其實我覺得詩意嘅棲居嘅意思就係佢超越咗居住入邊嗰種功能性啊。即係頭先我都有提過，超越咗純粹係食得好、瞓得好，一日三餐嗰個嘅功能性，更加嘅係即係話佢住喺個空間嘅時候，佢有冇嗰種歸屬感咧？佢住喺個空間嘅時候，佢有冇覺得嗰個係一個場所，佢係好中意嘅咧，佢係好想
每日放咗工翻嚟嘅咧？翻嚟唔係淨係為咗食一餐，翻嚟可能有佢最想見嘅人，或者甚至係佢隔離有一啲佢好關係好好嘅鄰居。咁即係呢個係對於我嚟講，呢個就係嗰個詩意咯。點樣喺嗰個空間入邊去感受到唔單止自己，同埋係其他人一齊嘅一種嘅存在感咯。即係我覺得係好緊要。